系啊，各位聽眾，各在歡迎人都對來收聽邊個學嘅節目。特別這個禮拜，咱看到是阿仔呢，阿仔是我 YouTube 上，阿仔看邊，Good boy，看這邊，哦，寶寶你出名哦，喲，你 so pretty 啊，出名，阿 boy you so pretty，叮當叮當，kiss kiss。OK，這個禮拜咧，我嘅特別嘉賓咧就是老焦，誒。咱無人是咱，敢若無 camera 誒啊，人。啊？敢若無 camera 誒啊，人。我就唔我開白照。真無。即 Skype 真無人誒。哦，有啦。我 Frozen。我 Frozen 去啊，我。OK，Skype 為咧就是咱看到我咱看到我灰啊未？我照藍色。阿仔，嗱多啲明，撲機，其實潮啲嚟玩。我特別嘉賓咧就是奧迪都啊，歡迎奧迪都。Hello。แล้วก็เตกากี歡迎เตกากี Hello。แล้วก็กระตุปัด歡迎กระตุปัดsorry。你食物件啊？我可能食咩？我可能食咩？我看，我ก็บอกว่าขอจะมีแล้วก็四百九歡迎です。Hello，看 YouTube 有冇？แล้วก็เบสไซกอง歡迎。Hello。แล้วก็你好，อาหาร因為我冇走啊。Hello。อาหารกู冇嚟哦。เรา make sure 看要有條 link 哦。阿貝來過。我看未到大媽嗬。大媽我看未到你食物件是？我做呢。Oh my god。好了，哇，個都不過，個都不帶，嚇都不個，誒叫咩嚇？我不帶。個不帶嚇。Sambal sotong。三八三當個不帶。你把你個煮啊，大媽你把平時走去煮嚟食。我啦，我早早煮了，所老了不甜咩？哦，可以咯。培旺啊。甜咩誒？要啲 OK 個，接落去應該是係皮車啦。咩咩見我看，我當把你個 live 呢，你學我看你索當不帶學我看。有，我叫掉了。我食，我看。是sotong bakar ke si hani sotong 真係啦，我入哇啦。最人 somebody 無咧無 video 人，一出聲咧，變咗 take over 這個特別嘅 feed。OK，誒你嚇？哇 OK，dah. Lapor nak makan. แล้ว你食時候你食咩㗎？這個飯啊，淋飯啊。อันนั้น邊上個你邊上有物件誒？咁菜參呢豆雞。哦，嗱得個雞。豆雞啦。豆腐叫咩啊？豆叫咩啊？我定了叫咩啦？得個雞啊？唔是得個雞，嗰兩個鐘豆腐你俾幾百了？豆卜。對豆卜。Okay, then ก็講了嚇特別嘅。其實你哋諗咩topic 啊？未記哦 YouTube 咧啦，特別講啦，頂到嘅時候，邊啲學見咧 YouTube 做乜鬼嘢呢？本啊嘛，是講咧，頂到我做嘅是冇咩人看，是講落掉嘅有人愛看 video 嘅時候，我 show 下特別人看你頂幾是人幾禮拜是人講幾個數字，看到只驚小影嘅時候，當個睇看嘛，然後。當今咧，我是會
講 YouTube 係不係人知，會唔會可能就是人有常常看 YouTube，你用 YouTube 來看咩戲，來做咩物件，成早要聽人看，就你 subscribe 到咩 channel 啦？我部 YouTube 係死啊！你冇應該冇 YouTube 係死啊！你講，你直接入面，你講你用就點正嘅 YouTube，你看啦正 YouTube。我若是無做工無困，我就是看 YouTube 咯。你本身是冇電視機啦，你就講看 YouTube 啦。哦，是咯。อาหารไฮไฟฟ์ Netflix 咧 ，Netflix。Netflix 有啦，但是開少啊。開吹，我不是喜歡的，我記到本嚟。哦，是哦。是咯。你冇見到近日看 YouTube 啦？嗯。有阿張你看咩戲你講呢？我後面喜歡看啊。你 process usually 安裝你就去嘅你看 suggested feed 啊，是有咩 recommended feed home。哦，哇！等陣 before 你講嘅是，我特過節啊，我 YouTube 啊，你看到我面背啊山嘅。我特啊！晚你看到我面黑喎，我反正看到。ketupat tu kan ketupat juga ketupat ini เกี่ยวแก้เนี่ย ini petai je pikang ya 當然啦，咗。ini petai 傳嚟咯。丁貴子想下背啊，丁貴子我啊，我睡着， maybe 是話 lighting 唔緊，可能。特別冇我而家而家我確實定住我去看落觀質格嘅事新戲。哦。有淡薄生意。比較丁貴節啦，丁貴節就面上冇，自貴節較假啊！我新那個，冇講隻字啦，特別往時看面，看出到當時。哎呀，當係 bronzer 咯，那個 contouring 咯，黃衫咯。我等用 lighting contour 係點樣咧？佢哋有 lighting。我嚟呢邊看國字。國誒。係啊。係面嘅？係啊，去 Botox 啦。Botox 邊生嘅咩？I lift up 呢邊嘅嘛，學你過自然嘛。哦，買咗成日 Madonna 喺邊咧，整佢咧，獨粒胖胖整嘴呢。我 dentist 有 Botox service 哦，bikin 膠學件哦，1碗面哦。係咪你 dentist 會做 Botox 呀？哦。誒咩？啊，$9 only，一天啊，1碗面啊。喲，你白計咯！我打你去看戲大關係 ，OK 冇得30塊咁陣，那關係那圖，寫出來寫完那個，關係出來，哎呀，你看咩？氣嘴。哎呦！OK，因為當見到啲全係小廚咁樣鬧啊！衰啊，咗啦！為了比較你關呢度，我係俾呢度。我真全部得是少少，呢個裝出嚟。好人好出嚟，咪冇得事是咪咪？應該冇看到，但我做得估啊！呢啲只係冇看到外面。你做啊，你個做個，我嘅人就會咯。聽講。ลูกเอาว่าลูกเก่งลูกอาหารเลยบีเนี่ยวันสปริงเนี่ยอาจจะบูทำหมอ冇氹我，咁我會氹我。ไว้จุดเต็ง 你幹嘛開住餅啊？จีน่าก็บูฮันอีก question ได้มา 你安條人嘅呢？嗬？誒扭頭我做一頓，擒咗隻餅。
哦 YouTube，把刀我做成新嘅 YouTube channel 是用我做一邊，做過一邊。我有一個，我教我朋友就叮the bell 嚇，因為我做，伊特別叫我 point with my face，伊叫我用我面見上面。แล้ว tapi yang tu lah Skype 嘛，伊袂成個 edit 做袂定你看啦袂。哦，實際當做你叫咩啊 ？Face no camera photo booth photo booth Snapchat 啊，哦，Snapchat filter，我的咩嚟？我哋大家去做。我就反正我翕就上一個好的 Instagram 也好，然後做一邊嘅是兩個乜 what filter 啊要用。然後咩 filter？ 哎，我有諗到 stroke 啦。但係做，哦，我做我冇上邊，我做Botox 入邊先咧，就是我 Botox 來是入邊。有。if you botox especially yang ulang botox yang kecil botox 是你頭殼嘅，so whenever 人笑時伊無 line 嘅，so that means it's a botox face。嘅頭殼無 line。你Botox 誒？Botox 是毒嚟啊，叫肉毒啊，啲同人話。哦。你講到Botox，我想起一個我嘅 idol，但係話都冇出名啦。對。Rosmala。有，你咪講你名啦，講 Rostud 啦。Rosie。Rostud 有 YouTube channel，Rostud。Rostud 有 YouTube channel。嚟啦，講 YouTube。YouTube 嚟就人 start，就人其實看起 YouTube。這樣 start， 你幾時 start 看 YouTube？ 你可以見 Michelle Fan 哦。Michelle Fan 啊 ？Malaysian 啊？唔是美國嘅迄個越南妹啊，伊做化妝嘅。我在 Michelle research 嘅啦。我就看了咯。哦，他是了誒。Michelle Fan 有做當然。我做了。你要做你把你 career 上面一頭冇嘢 YouTube 是裝嘢。伊是因為唔知做咩事是裝起啦，了伊轉來做嘅時，伊就做家己嘅生意，做家己嘅化妝品啊，做家己嘅 MC 特別伊是 first gen 嘅，迄款 YouTube 嘅化妝嘅，當今啊，哎喲，驚死人啊！迄個 drama，哇，這個我要聽 ，OK， 我要聽 ，because 我要聽。我有對 YouTube 淡薄，特別我冇去對你讓你 MUA drama 啊，然後所以我要再講，伊 drama 是蝦米物件？伊人就 MUA 真奇怪嘅喎，那是啊，迄個 ID 啊 ，review 電腦嘅 blog 啊，向公司送伊人偌濟物件無人講嘅嘛。了，唔知做咩事啊？化妝品嘅物件就運動袂使 sponsor。袂使用 Patreon， 袂使甲人甲大個公司做嘅喎，阮人愛家己出錢，家己蝦米嘅喎，伊人較覺得較是假嘅喎，死查某人也是真啊客啲嘅啦，查某甲查某，了伊人就講哦，即個無真啦，即個互大公司買起來啦，好啦，蝦米，特別若是講啲大波。review IT product 嘅，伊人袂安尼款講嘅嘛。Sorry，我冇明白係咪是 MUA。Makeup artist。哦。這是 YouTube 嘅 terminology 嚟本，咱特別學啫。OK。我頭想係咪磨啊？Because 在要名嘛，要名我所以係咪 MUA，係睇名啊，就突破呀，係咪？Many MUA 啦。Many more， 我寫是 many more。Many more 是死人嚟啦，迄個激死人嚟啦，迄個真臭人嘅迄個。Yeah。了，
有真濟牌嘅喎。哦，而家劇啲咧，嗬，而家啊，你相反啲大人嚇，伊人嘅 subscriber count 啊，無濟過1個 million 嘅。一當今嚇第2代、第3代啊，幾10個 million 嘅喎，16個 million、15個 million 嘅 view 嘅喎，真啊大真啊大嘅喎，伊人啊一個，你講，哎呀，我今日用這個款啊，伊人一個 video 啊25,000美金。叫人學女啊！啊，大公司可以累咯，陣間啊，我用 SD 攞得嘅款啊，落好用啊，落好用25,000啊，你看可以。哦，我們來啊，做咩做好我就個青，我咪係咪款咪是嚟？我笑死嘛，哎呀，我講哇，係啦，我講 please，姐姐你學我句你本好，咪叫我就笑我講女好地啊。แล้วนี่ MUA พี่เล็กควายซาบกคุยอ่ะอี度冇相信咯。你講哎呀，你是學到公司俾你冇好，我去看別嘅公司，下面啊，別嘅 MUA 我哋電台。啊，是แล้ว 啊，我可能在，我可能看เป็นแรง福建啊，是人講 YouTube 福建話，人咁多叫你เป็นแรง福建。啊，啊，四百九講咩？我們俾呢個 question，เป็นแรง福建，按照講 YouTube。Lưu Tiao 啊，薯條，Lưu Tiao cùi được trái ạ 對啊， tôi đã có nghe con Lưu Cang 盧剛啊，對啊，哎呀，頂到咱是講盧條是咱是用盧剛嘅，啊， แล้วก็có hả mi hả 邊赤， bình chè 椒椒， Twitter，咧 Instagram 咧冇，Hip Hop 是 Snapchat，Hip Hop。哦，hip hop Instagram 是同 Telegram 之後嘅話再講。Telegram 冇啦，Instagram 人講 Instagram 是 Insta and Gramming，Insta Insta 係 Telegram 嘛，Insta 係 Telegram 嘛，有 Instagram 嘛。hand hip 當然 hand hip 咯，อันนี้ hand hip。Ente le cuci siang le siang si bakal siang。誒，你試下，hello，你在聽冇？誒，อันนี้le active sometimes somebody 追啊，即是追嚟，伊即個 Skype 是無效應嘅特別，即是bakal啦嚇。hello，có chỉ có một sở ing 我 live feed 嚟看到啊，你有效應嘅人學講話時，咪是出裏邊咯。然後你無bằng效應人，一講話時是出 Skype 嘅 logo 嘅。哦。啊。But anyway，不要緊，那就會講阿韓學你講，你所啷做？誒，你知下，嗱講做 YouTube 嘅嚇，makeup artist，樣特別做，也咪你學你看物件時，特別手呢學嘅紮呢。啊，你就I focus 嘅嘛，啊，但係佢做嘛 focus 就要物件咯。auto-focus 咯，auto-focus。啊。你在玩怎嘅話？亂咗我有 get 你，我係 focus 係嘟落陣佢哋。所以我所以我記得你當然呢是你個 focus 又唔會，有時面部是我掟就係 focus 係面，有時記得起正嘅時我掟就係 focus 係我超嘅。canggih nya. Tapi ila cinta kampungnya wah. 謝謝咩？謝謝咩？你講？cinta kampung ay lang sila video. 係啦，你咪 try 過啊？你咪 try YouTube 過啊？冇，我經常 try，但係我冇迄款力去 try 啊。แล้ว我唔知啦，我做工啊是講話，但係啊我啲 camera 面前嗰邊就壞喎。哦，你同劍兩嚿講？嚇？你當然你又講？我唔是對焦真正嘅 camera 啦。嚟 practice 嚟。唔係。我真的是
想做。我2008年嘅時，我係啲想做，但是講我2008年時，我 start 做 YouTube， 我可能我都較濟人看，因為頂到是冇咩，但係 one thing 我 problem 係咪頂到那是伊 already 有當今嘅 technology， 想講伊做現條啊，什麼嘢我都用，因為我那時你不叫我做翕一物件 edit 我就笨蛋嘛。如果我 edit 啦，我下面啦，很可。你 OK， 所以你較濟是 OK， 你 start 看你，別人就你頭一個 YouTube channel 上面別人。一個。哦，你個迄個哦，呀，Hawaii 嘅。我成個是。你都幾收錢鐳了？伊係咩？即係鐳啊？啊。是真係鐳啊？有安怎賺鐳啊？啊？安怎賺鐳啊？係啊 ，advertisement。係啦。view 嘅嘛？伊是如果 brand deal 可以鐳㗎，還是伊個即係 AdSense 可以鐳 ？AdSense 鐳冇咗借呢？我 brand deal 較濟鐳個。嗯。我負責啊！我做我嘅化妝嘅 blog 嘅時啊，我用 Google AdSense 嘛。然後 Google 那是愛食家己嘅 domain 啊，一年10塊美金嘛。我3年較有10塊美金，你知無？頂到我談 AdSense 本嚟當今冇啊，因為啊，頂到是。聽眾但是sa 條 block 咗啊邊啊，有當今人別人啦，我哋都看咩 channel？ 哎呦，別啦，我冇呢，咁樣冇呢 modern。你看你咩？你看啲 ATM 啊？我I mean YouTube actually 我真正版呢，冇個實個有 subscribe to just specific channel。你用 YouTube 上面頂到嚟做咩？看咩？然後你寄 link 嘅時，你去看下呢。actually 我就你較少用 YouTube 嘅啦。哦，你是看 ATM 嘅頂到時。我啦，I mean 我冇講做在 YouTube 看嘢，我實在我有 Netflix 做下面嘛。你成個最估一個 recently 就估一個有 start 看 YouTube 嘅。actually 當然都會話個有常常看，因為我唔 really 啊。tapi YouTube 你會記你頭一擺有對 YouTube 看，所以你無 still 無個啦當今。我記我頭一擺看一次，我未記名喎。你記伊一看伊是上個伊一巴 Asian 嘅特波，我未記 YouTube channel 名你一巴真好笑呀！一巴，伊特擺叫一巴嚟做，嚇 ？Jamie 唔知啊？唔是哦。一隻股啊，2000 something。伊插落你嘅擺曉。哈，對，插落你擺，山你叫。Jamie 伊嘅擺有蝦米波士咩？伊講我嘅擺是 stripper 啊，蝦米嘅迄款嘢啊。伊特擺伊人嘅擺對，你看伊擺 reaction 嘅。我未記。真係估啦！隻股啊，這是頭在2000 something。哦，網絡個出現是 Jamie 看啊，咁正嘅啊，你做啲 prank 嘢吧。哦。OK，咱講about pranking 在 YouTube。我點樣做啊？屌！我冇咩事㗎 pranking。就是咯，梗係冇阿街呢。有你想做啊？想。你成講 prank 你嘅 parents 實在面個冇想，你成出去個口啊 prank 你 public 有冇㗎？你有你做成個隻鬼魂嚟咋？驚！你咪嚟你先做翻啦。可能拍死啊！拍死嘢嘅嗬。我 suka 看YouTube，especially 伊用講食物件。food review 啊。唔是講食 food review 你講你Mark Win 時候。
Mark Win 嚇，我看頭幾嘢。哦。真係啊。Mark Win 咯，and then 有看 Mike Chan 咯。Mikey Chan 啊咧 ，dumpling strictly dumpling 啊。Mikey Chan。迄個真搞笑哦，迄個 Mike Chan。是那個。所以你看講我無對 YouTube，所以人講晒人我唔知住。無是有咧是做about cooking 嘅咯，假如under煮。我一你係咪一 channel 對看住只？蚊水咯，nyonya 啦。哦，nyonya，係咪嚇 nyonya kitchen 係咪 nyonya cooking。nyonya cooking 嚇 ，Australia 係是嗰啲。不，German。哦，到底 Germany。到 Germany。And then 去住香港 longer 嘅你 Korean。冇看英文。cook 啊。一出味哦，一個出味，我嗰時間看，一個小。香港 longer 啊。And then 佢住啊，佢有係你會用 instant pot 嚟啊。And then 但係住 instant pot 嚟住啊，咪真咯。我看 BuzzFeed tasty 哦。Yes。Hami Street。BuzzFeed。BuzzFeed 係 tasty。哦 ，BuzzFeed 啊，係 pasty 啊。tasty 好食。哦 ，tasty 哦。你話係邊度啊？我 YouTube feed 啊，冇邊度啊 Facebook 嘅 feed 啊。BuzzFeed 係 tasty，OK，我知。tasty 就 start 嚟是 YouTube start 嚟咩？I thought tasty 是就 Facebook 嘅。我看是啲 Facebook，特別要係啲 YouTube。特別我不去係咧我一見唔是，伊是 Snapchat 呀，Snapchat 嘅名名，即係做 cooking 嘅本啊 ，Snapchat 做只啊，一見就我不背就背就出面嘅 Asian 做只本叫咩啊 ？Tastemade 就係名哦，無講我。Tastemade 是一個 page 嚟。我不去過。我捌去過 Tastemade 嘅 headquarters 嗰啲之類。California 嘅。伊 kitchen 只無上 kitchen 嘅個爽嘅。哇！阿 John 我都話去 California 做 blog 嚟。唔係啦，我老嘅冇人看我。當今唔是有人看到啊。變成福建。變成福建啦，食啊嘛，無上，嗰啲頭殺起咁咪講阿莫話。哎呦 ，Jeffrey Star 是無少年了啦。對。啦 ，Jeffrey Star 啊，迄個。哦 ，Jeffrey Star。你好驚咧！做咩做按你好驚嘅呀？你幾十嚟無見嘅嚟，做咩做啊？搞做生意嘛。特別伊生意真好嘅咧，伊有自家己嘅咧。是哦。哦。你哋俾搞做生意啊？用伊 YouTube 嘅 platform 嚟 multiply 伊嘅 business 啊。哦，特別伊嘅歌好聽咩？佢哋伊講伊唱歌嘅，我冇聽過哦。唔知我未曉嘅。但係Jeffrey Star 我唔知上面啦，後人佢哋唔知住啦，就想知 Jeffrey Star。知，我知啊。都知啊，哦，你個知啊，搞到是 gay icon 嘅事。Maybe，唔知我冇講就係啊嘛，後面話你話就係講住啦。你自己住咧 YouTube， 哦，啲都。唔知咧，我 subscribe 嘅 channel 有啲怪嘅啊。哦，你講下。反正我I mean mix 啦，差唔多係咩啊 technology 啊，我 subscribe 嚇。OK Ellen DeGeneres 啊 OK 但係學緊啦。搞笑。天
TLC 你做這 channel 啦，因為你講到 subscribe 就係 channel 啊，你看人嘅 subscription 出住 subscribe 上面。有咩？我只少呢。你只有 subscription 啊I think 哦，有啊。因為我當11呢。哇，我咪是真歡喜，你11個 subscribe 就變咗學見。subscription，按照看到呢就係 channel 啦。小朋友冇用嘅，我冇用。即係 iPhone 我所未記。伊無講唔是咩？伊敢若講你有幾你 channel 是你成唔是咩？係啦。所以你方便看到啊嘛，咁你實在會嘅。伊看到啦，你我只只是所我未看未了。然後我都看我即係特啲等我啦嚇，即是我 subscription 咧，即係第關第名字啊。Oh my god！不行，那這係咯。我唔知就係，我唔知就係，你我看到就但冇有你冇 active 了誒，就 anyway 冇關就係啦。我會記Alfie Days，聖誕我有看 Alfie Days。那我看 Alfie Days 係你來 Alfie 啊 UK Alfie 嘅 girlfriend 是咩啊？伊是 British 嘅做 makeup 嘅本。Alfie under spell ALFIE。哦。是係咩先嚟 Sorry。Alfie Days vlog。你名咩嚇？伊嘅 girlfriend 是蝦米人？Chicken 是個 friend。我打緊廣告。就打開哇skip。嗱 ，Chicken。啦，特別話。不知道。你人有看 Casey Neistat 哦？有。其實你係較 late 了啦，較 last few years。特別伊是做蝦米嘅？伊是一個頭家啦，我知。特別伊公司是做蝦米嘅？我唔知，定到比咩事我就知啦，當然我唔知哦。伊是 filmmaker 咯。做 vlog 呢係哦。伊有 vlog 定到嘅時我會記伊有是公司是伊做迄個Beam 嘅時我就知啊。咩是 Beam？BEME 啊。Beam 是伊隻公司嚟咯，做成日用即 mobile platform 嚟做伊 news stories 嘅。然後我定到時我去過 VidCon 嘛，我就啲 VidCon 嘅時要啲，有時伊 VidCon 嘅時個有，你不看 Casey Neistat 時要定個要隻 assistant 嘅定到時，少年我別記名咩啊？伊樣有到啲 Snapchat 是到落時 announce 個樣到啲後邊去學你 Beam 嘅 T-shirt，你話去睇嘛？Because 我對 Snapchat，你一隻去搞嘅時嚇，一個伊就再講。伊because 樣就啲唔知 under 一個 sign 嚟，講啊，你去到一個 sign，翕隻小影啦，望走去啦，咯。Casey Neistat 是怪怪嘅，伊是 because 啊，你對到一個 genius 啊，伊樣隻 extremely 好 with 樣嘅 craft 嘅人啊，伊個即人是淡薄怪怪，伊成隻歹死嘅係咪？唔是講歹死嘅是 like 隻無好嘅人，特別你歹啊？嚇？唔是脾氣歹啦，是人歹啊！伊是成個招嘅，你就講伊成日特登要做物件，成日會插亂啊，肯定要做物件。伊無成日正經。是啦，這款人較會做這款物件嘅嘛，但是伊正經嘅做，伊就做 office 就 boring 啊，嚇，少。
特别啊，伊人我覺得伊人真牛哦，伊人啊會使做伊人自家名，個甲 brand 做，佢會使 promote 迄個 brand，真啊用。真啊搞工哦，真啊真物件做。咱係講下樣，你感覺到樣 Korean 就咱講下啫 ，YouTuber。即係好多人啦，你是講咱有機會啦，有點聲，有咧 resource 啊，攏要做 YouTuber。唔係，就愛 invest 啲物件咯。你識個了物件，我下邊物件做都買做咧。我快做 script，快 edit，我愛 live 咯，對。我是驚互人 attack 咯，我驚互人 attack 咯，路邊。你驚互人 attack 做咩？而家成日講你哋 YouTuber 可能就得公我你看下啊，所以佢哋為人哦，就係路咧，係咪快唔是佢哋啊？所以你就得 expose 啲物件嘅咧，你做係咪自己啊？即係人講，哎呀，你唔就別食啦，你啦，好啦，你啊，等下 after 啲去消費啊，嚟路誒 neighboring 啲啊，看到路啊，嚟 attack 路啊，講路 fake chef 啊 ，whatever fake 咩啦，都就咧就係人。你驚人得罪人啊，人嚟 attack 路啊！有物件咱覺得講是啊無物件吧，因為有人是 take it very serious 啊。So you know， because 你面出去 expose 嘛 ，of course 你出去 public 啊嘛，撲個出去個了人看到你啊，但有人覺得你像 racist 啊，個什麼啊，就欺負你啊 ，hate 啊。So 伊真係你淋紅油互你咧，是啊。淋紅油你啊？你講淋紅油啊？淋紅油就means the acid 啦。哦，我真係淋紅油。冇，這是 remind 我講 how much I hate food bloggers 咯。哦，講下。我是你定人 acid 啊？冇，我就係 love food bloggers。怎麼說？嚇，冇 rapid。Can 啊，我哋冇 integrity 啦，冇 integrity。我咁講，我哋都我一滴最條貴嚟 Malaysia food bloggers 啊，我講。是咩？阿妹啦。做咩事？我邊嚟講有冇？I mean 就係冇 integrity 咯 ，because 啲人即係 you know 做咩嘢係咧？food bloggers 嗰隻就是講，你 pay money 咧是一嚟寫好嘅物件啊嘛。我都未講有時講佢 blog on 係咪啊？有 certain 嘅係咪啊？有 certain 嘅shop 啊，還是 even 有時同佢有 blog 話你打咯 ，stores 啊有冇 blog 有 blog 嘛？所以有時都明仔講佢哋一間，你攞到食，你講講真正歹食，一個做家介 enthusiastic 又介好食，哇！你 I cannot stand it。我就是講有成啊。即你世界上無講，你若是 blog， 你袂使講伊無好食物件，講好食嘛，若是人互累，無人講安尼款誒嘛，即款誒人嘛是愛找食，是毋是？對，但係呢嚟講，I think 嚟講是我做呢，如果再講食無好食嚟講，我想我未睇論。哦。我未特別去 lie to the audience 講，哇！即係好食。但是好多就自律咧，哪怕你規律你個咪來咧，你先好多5,000塊來來啊 ，ringgit。來。直來這下喊了。唔同啦，5,000塊。做一擺呢是幾日就夠了咯，係喲，我3分鐘就寫好了咯。特別你冇人曬，你人肯做啊，變到你冇，就是你冇 integrity 啊，是白刀冇 income 嘢咯，冇人愛你咯。Hello。其實冇啦，我淨 example 啦，你話有一個 food blogger 呢，佢 blog 我一間去學緊嘢咯，梗係喺我捌去過食一道，梗係歹食嘅，所以學緊嘢。特別有佢咧，嚇，佢 taste is subjective。I mean，我帶過幾個人去食，然後人唔是講無好食嘅，你OK？那一個是以前就帶嚟講有通計料學緊嘢。
韓國嘅。不好心啦，做咩事路愛去 prove 互人即個物件無好食，安尼一道去食好食嘅物件會使咯。冇，I mean，一定那一時先開嘅是，照講伊看menu 介 attractive 呢，伊學嘅味個大嘅啦，個有在煮到無相嘅啦，然後通加料嘅啦，所以 I mean 我怪一個食嘅味啦，嘛，所以我咪去 try 看咯。哎呦，真係成個啱嘅牌子，然後 recently 就看到講伊個在去 blog 話你即間嘢你學嘅味，哇，我梗係未懂啊，梗係你啱嘅牌子誒，真係。你個試下㗎。嗰邊店嘅人有本事學即款 blog 安尼濟類咩？有冇一間是專業賣學嘅味嘅？哦，伊是加 above 個邊店 below cafe standard 嘅話。哦。但伊是有啲賣學嘅味嘅。我知在美國成個 bigger city yang restaurant will connect with the yang 講按照成個publisher 嚟看啦，伊就每是伊就係 salesman 嚟看 I publish 嘅 restaurant 嚟 ，OK， so 佢哋 restaurant 啦 will reach out 佢哋 YouTuber 度樣就每佢哋成出名 YouTuber 講 about food 嘅有陣時叫佢哋人嚟 review。所以咧，有陣時有一個 middleman 啦，就每次隨佢哋 YouTuber 愛賺類 which like 好 free meal 好 test out，and then 是成個 boost 佢哋參觀嘅 sales 嗰啲款啦，有樣有啲款嘅。no， 好食我唔要緊啊，但是冇好食 ，that's my issue。人講是按啲款咯，OK 咯 ，maybe 講白嚟 dishes 伊好食咯。嗰一個 example 就是講你一定去 review 一個laksa 嘅 franchise 咯，一是Assam laksa，對冇？that's the name of the franchise。你講小姐。But I mean 伊個 laksa 是 really 就是真正冇好食嘅咯，然後一個係你咩胡丸，然後係內。然後 it claim to be Assam laksa 咯。但 I mean 頂到是話，如果我走去 Alostar 是伊有嗰邊有 franchise 嘛，係出去貴。最聲。唔知。OK 冇嘢。所以伊咪有隻 franchise，所以我頂到 even before review 出來我你去 try 看了誒，但是才講，我介歹食啦，介衰。แล้วเอี่ยเหลียวก็จะไม่ไกลสาลานะก็ลักษณะที่แห่หัวเนี่ยอีก็ไม่ใช่เฮใส่ตัวหัวนะอีสิเฮที่จะต้องเจอเลยติ่มซำเนี่ยแต่หัวนะ所以การให้เจ้า所以อีก็出來เฮ้ยเราก็出來哇我想寫了寫嘅盧寫寫啊好啦我對伊講咩事你查晒 integrity OK 那個我講我哋都唔知先呢，一滴嘢點啊，一滴แล้วhọ去 attack 你 blogger รู้เนี่ยล่ะ老是大你 tag 我伊講咩人隻物件頭啲搖咩啊特別那個 transition segue into 講 commenter commenter 幾毒嘅我才喜歡咯。你講真係有你跌都是毒嘅咩？有你跌都。好啦。但係嚇，假如講嚇，你那時嚇買迄個人成功嚇，你就買 comment 可以，你就買插伊。你那是落隻 comment 啊，好嘅 comment 同 negative comment 啊，是一個 engagement 可以你知哦。你那得一個字呀嚇，你 submit 一個 comment 落去了嚇。伊就講哦，呢個是真好嘅 engagement 嚇，伊無看好無好嘅 comment 都知哦。伊若是有 comment 了嚇，有 traffic 了嚇，伊就紅了，你袂使咁款做，你無輸甲伊，你莫插伊。個看未過，我啲是看未過事，我明白伊，伊是我明白伊是袂打喊伊嘅
哦。伊比 lack of integrity 會被打閒 fakeness 啊。是啦，所以就是真濟人啊，都是啊，哈咪 program 本好啦，有當有這款臭人嘅嘛，了伊人就講，哎呀，你真歹，你真衰，你真無用，哈咪，你就死啊，你可以，你去 slay 你去處理落者啊，伊就落個較有類個啊，伊個歡喜個，伊啲笑哈哈哈哈，你嚟錯啊啦。flame 啊，較濟 flame 嘅伊個comment 啊，笑咩？講個類啊，哦。誒，你我個人講 agree total strangers 會 agree 講話講嘅。誒，等你記定到是本來學嘅，即係唔是 YouTube 啦，本來學嘅是定到什麼隻人 attack 我嚟叫，係講嘅嚇。嚇，啊你伊唔是嚇？係咪 QQ？對，是講嘅嚇。對，我 before 係 QQ 嘅時，你知隻股咧。即係伊講 something，但我未記講係咪本來啦，不過唔是伊講話波苗啦、球啊，你看啦。是哦，現在是上一啦。I don't think 是上一，伊是講話，伊是講話show 伊講話笑嘅聲就 annoying 嘅什麼唔知，了我講 OK annoying 咪就咪免聽咯。呢時伊個講唔是我一人啊，別人有本是人香港，了伊講伊度講到另外一個 commenter 就嚟講 ，Yeah I agree with you。你覺得你在邊啲學嘅人就 protective 我，嚟就樣個答我是無查我喺呢邊配隻狗呀，所以係你邊啲學嘅人聽就我就你就變就嘈咯，講咪你未聽免聽啦，咪叫走，咪講唔是我鳥別人冇成日香港嘅，你有時紅險過別人起來 agree to you 咋，有我咪是講OK，唔要緊啦，我就走去看，when 我 comment 嘅時就啲我 website 嚇，伊要出伊 IP address，特隻 commenter 嘅 IP address 咋。你話佢哋伊攞嚟伊嘅 IP address 是清楚一個 number，後尾一個 number 清楚啲。我在嗰陣時上一個所，所以你冇可能規世界咧拄到上一個人嘅 IP address 清楚一個 number 嘅咋。所以我咪是我可以講咯，講咧是了 somehow 是我唔知我講出來寫出來係什麼啦，少有個啲我寫講。啊！先拄好你另外一個 stranger 啊，甲你 IP address 清楚一個 number。你嗰時，你只店嘢唔敢講啊，是。伊去換一個名，是人家 register 一個名啊，是特別是上一個人。然後安尼看咯，特別係你是，怪老作本 actually。有誒，有你 comment 嚟我是啊，特別無啦，較濟人是，有人是講講頂到有啊，講我係你報曉啦，咪講話咪。講你個了，你冇只字，你頭就 start 嘅事啦，頭就 start 嘅事冇，係你是唔是到啲，唔是到啲 before 係你是 before Facebook 我冇 YouTube 嗰時，我有 YouTube 咧，特別我冇邊啲學嘅冇 YouTube 嘅，係你是到啲我係 website 嘅嘢。website。當然冇啊喎，當然冇 trendy 啊，可能嘅冇 trendy 啊。好啦 ，politically incorrect 嘛。我就可能嘅，thank you。我成日聽啲時候就 somebody 成講 ，Oh my God，that is so 講嘢咧，我做隻 program 啦，I mean 隻 convention 咧是往 program 講，哎呀 the program is too gay，然後講 Oh you're welcome。OK， แล้วก็คอมเมนเตอร์嚟講到啲 commenter， commenter 即係即係 YouTube 誒，為咩事我就知道咪樣 try to 想 correct 嘢誒，人哋 attack 樣嘅佢哋 content 係你使成個 demote 樣嘅佢哋嚇。是咩？然之後 comment 咧，結果特別 become top fan 嘅喎。你唔是講冇用 YouTube 嘅咩？嚇？你是講冇用YouTube？我冇試過 comment 到 Facebook 嘅嘛。嚇，แล้ว promoter top fan 喎。
OK，大家講啲 YouTube，咱自家看 YouTube 是蝦米數？你自家看，有看人。其他有通。something to take fill in the time 啦，有時英是話開嚟看咯。489，你自家看一張嘅 channel。我其他我感覺我人嘅馬來西亞甲新加坡嘅 YouTuber 有時本真係好看，比若是 compare to big 外國嘅 channel。咱自家看得一個咧 ，local 咧。愛講都還是會使講名？會使講。伊人係 public 嚟嘛？我喺馬來西亞我是有做 Dan Khoo 咯，Genie Boy TV。Genie Boy TV。買，冇嚟。做咩是 Genie Boy TV 買？一時你係嘛 radio DJ 啊嘛？我知。本地是做 FM 嘅啦。等人做外企，嗰人做一個只 transphobic 嘅video 嘛。所以我係啲對 HFM 嘅 DJ 真正 bad impression 啊。OK， 一做咩事？一做咩物件 transphobic？ video transphobic 或者 during talk show 是講 transphobic？ no the video 只 transphobic 嘅。然後伊看到一個水查某哇！個水又 blonde 個關對，然後伊並對來打過來伊就拗咯。แล้ว要 address 嘢เลยอ่ะ I think that you apologize but it is like kind of left a very bad taste in my mouth tapi yang sometimes to be an hanya because 只 straight 人係這是只 common 嘅 joke 嚟。你就佢哋就摸少少有時變我寫 feel 到是 trans 這是只 common 嘅 straight world 嘅 joke 嚟啊！所以有時講伊人嚟 teach 佢教到伊人一個 lesson 滿好啊，應該是opportunity 可以讓到 educate 伊 community。 Supposedly, if someone at young level, they shouldn't stoop to an economic level 咯。tapi 現在咩 at a position。Because yes, media lah, they should be more sensitive 嘛。係啦，特別冇啦，特別 educated 啦，個 sensitive 啦，都冇 uneducated 都 sensitive。愛看呢邊嘅 standard 嘛，若是啲馬來亞我人安尼 conservative 嘅人，伊人嘛會使安尼款做咯。你嘛袂使講，哇！你是紅毛 video 都愛上加西方嘅迄邊嘅 standard 嘛，你嘛是愛使，若無我人是。馬來西亞我人嘅 culture 是安尼款 concept， 我無講是啱啦，我無講是對啦，但係伊安款做是因為伊有安尼款嘅原因嘛，伊安尼款嘅係咪啊？原因嘛，好嘅話，安尼款嘅理由，當就是安尼款做咯。無講我唔是講伊人啱啦，伊人就安尼款來。那是要 address 啦，那是要 address。after 這人嚟到下次 condemn 咧時啊finally 講出來啦 apologize for it 啦。你講咯。這人本是成個也唔知，這人講這人拄到成個咧 microaggression 嘅 comments 啊 sometimes 啊，也冇想到嘅啦。แล้ว變做那是。講唔知我是講大人都別人看，我是講那是有拄到安尼機會時候，有當時是你特別人啦，有你別打閒嘅啊，咁樣看嘢喺度聊見咯，就等你成個話你度，你特別有機會學伊人 realize 發覺到樣做物件唔對，了解人，一樣愛聽是另外，學樣有機會學到就，because 我是。你是執到你拄到安尼，你看門去你嘛是無通教到人咯。但是你執到你 try 執到嚟講，內人聽你 at least 教到內人啊。有陣時無我無去想到 ，sorry 啊，你看。有你就對派就是無法啦，安尼。你一個 OK，頭先講到啲，但489講了。then 當今我 follow 嘅有 M Gag 咯。咩嚟啊？
哦，MGag 马来西亚诶，伊人有sis，有一个 sister company 是伫新加坡叫 SGAG， tapi 我是上马来西亚诶 version 較好笑。哦，伊是個新加坡個馬來西亞下 M 嘅是馬來西亞啦。伊是係做咩物件講？但 just spell。M 字嘅 M， 然後 gag 哦 ，gag GAG。gag 成個背 out 嘅 gag 啊。因為 gag 本是伊嘅意思 gag 是好笑嘛，好笑。哦 ，it's a gag 啦。我相信我 feel 到講嘢 jokes 係 lame。伊係咩物件？係咩物嘢件 jokes a bit lame 啦 ，I don't know 啦，I mean 這是我 opinion 啦。這讓我看到，這是 YouTube 嘅 maybe 啦。MGag DB 啊 ，official MGag DB 啊。入。哦，你 standard 小孩啦。冇啦。有可能伊個大家 audience 是 for 較少年嘅。啊，講到老。sorry，唔是。It's okay,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我講啦，每得啦。我講。你我哋都成日都讀㗎嚟嘅。我講啦。對，就就慘了，特別 OK 嘛，我感覺就是講我是啦，係伊變做然後有一個 platform 咯，無定到嘅時候，你特別忙成個電台啊、電視機啊，什麼夠好多嘅機會做你嘅 video content 嘅嘛，當然有這錄掉啊，凊彩嘅人咩使做嘛。了。啲家機個 YouTube 喎。但是啦。你看咩較濟先？我 subscribe 是這裡。我哋學嘅咯。耶！等陣放啫。了我這裡是迄個 VidC video C 啊 VidC VIDSEE， 迄個是 about short film 嘅。哦。short film 嘅。然後佢有macam sampai lah. Aku suka de lah ya, kuan short de ki kuan lo.แล้วก็จะ是music 咯，download YouTube 嘅 music อันนี้เขาน่ะก็เองอันนี้เขา咯。ตอนนั้น講嘅白你OK，即係 VidC short film Singapore Malaysia。這出日本啊！你聽我啱嘛？嚇？聽我啱啊！我啱看 YouTube 嗰啲是 politic 嘅。哦，係咪嚟講下講出嚟？so far 我知道你是 Artist America， 佢是about 上個 commenter about China 個Western country 嘅，叫 Nathan。Artist America。Artist 是 Russian Thai 來嘅 ，Russia 來嘅。America，and then 佢是係咪 Artist America 是 Russian 嘅 channel 嚟啊？Artist America，and then 佢是 Nathan Rich。RT 係那 RT 是 Russian 嘅嗎？RT 是 Russian 嘅 propaganda channel 嚟。and then 佢是 Nathan Rich。而家 R for Roger T for Tango 啊。Nathan 係咪？Nathan Rich。Nathan Rich 啊，假如人家談論下。唔是，伊講 about politics 物件，講什麼事香港，咩，什麼段，你看，你講，你攞來看，evaluate 物件。
我看歹困。是，然後法郎，Starbucks 啊？不，Nathan Rich 有300千嘅人。得啦，我看300千 subscribers。個法郎咧，我當然 search，當然看到我 search 我 YouTube channel 時，我 search 看到。OK，個就係個台灣人講係咪 channel 㗎？即係咧，是住講住即係ketupat. Saya bakut dia. Ketupat. Yang jauh. Jauh ya? Yang jauh. Bữa screen của dia lampu dia mà. Lampu dia. Saya bangsai. Momogu. Sorry, saya bawa. Momogu là một tí á. Tôi mình lên subscribe mình hả? Lúc hai mươi channel, subscribe 兩個 channel，我哋 search 啊，看。我就是motor technology 係咪 channel？我看。Unbox therapy 咯。Oh, I like. Unbox therapy 了。特別 OK，我是OK 啦，特別有人說伊變得冇 annoying。去啦。Unbox therapy 嘅guy，特別 annoying 嘅面。真啊，annoying，別啊，我看面咁咪看伊邊啊，看伊嘅 product 什麼。我伊嘅 comment，特別我只亂嘅，我看一陣，我嘅別打喊你同冇。這是 personal 嘅 issue 啊。一百等姐姐。拜登姐姐，成個人看我別打喊啊，咁咪唔要緊啊，因為拜登姐姐嘛。แล้วก็จะมี我嘅 channel 是我唔知聽過啦嚇，台灣嘅。康熙來了。有死我不要我看過一做小小的戲誒，康熙來了，你好笑，一陣。康熙來了。小 S。我未好寫嘅字，所以我吹未出。我 under spell 啊。曹康佑。康熙，這是唔是毛毛菇嘅聲來啊？毛毛菇啦。嗱，這裡我吹到了。康熙。在台灣已經2分1響嘛，是YouTube。係咪2分響？2分1響，伊是一個 panel 啊，是教台灣嘅外國人對台灣講話，真特別嘅喎，然後呢個 Russian 啊，用 Russian accent 講華語嘅喎。YouTube 㗎，我知㗎。OK，我等綁隻 episode，下面九州大男人的敬業。係咪意思？九州唔是教嘅 state 咩？九州是九州啦，日本嘅。所以 add 喺度。吹風扇啲蛋啊，到 background 啊，唔使。哇啦，咪亂啊！我個小小是。跟倒我伊。考古 jackhammer。跟倒我伊。是啦。倒哦。伊人加了不用倒誒，伊人誒打波。等我去看下 scan 啫。那个天分还不错，那就是我的要求越来越多。這是台灣嘅。亂 YouTube， 亂開 YouTube 嗬，做咩咧？做 YouTube，亂家己開 YouTube account， 亂 post video on YouTube 嘅。冇。兩浪是看嘅啦。我係 channel 會有1個、2個、3個、1、2、3、4、5、6、7、8個 video， 叫我找摩托嘅。來我去看你 channel 就嚟。去啦。你 channel 名咩 ？Dandy Dusa。冇誒 ，under spell DANDI。DANDEDUSA。DE。係咪意思是 Dandy Dusa？別識講講。嗱，叫佢，一年整。
啊，買，其實都邊講嘅，哎呦，嗱，了去看地圖，我去 travel 誒，了去巴基斯坦誒，了去去做 cornering 誒去做咩？ diving 誒，哦，你 post 是做咩 ？post for 人看啊？是 post for？冇啦，我覺得 post 係因為買燒多咧當 post 過俾我。特別小本嘛，有時 sometimes try 先咁嘅，成啊。As usual 咯，成個人講啊，是都係成個 auditor 你 haters 嘅嗬。啊，哎呦，一 comment 啊，我 dislike 你 video 啊。dislike 你 video 咧就寫講咩 ？I am auditor, your video suck。好啦，我就冚咧，我就冚死咧，就未 comment 咧。我未 comment 咧嚇。你叫我 screen capture 放到 Facebook 喎。哇雞咯！講話 YouTube 上架是有家己嘅 Facebook 嘅物件，是唔是？你會小影去，你會配蝦米嘅喎？啊誒，特別你使佢做呢個叫 story，呀？特別你使特別 stories 就會只 followers 唔使就10千一個嘢啊。哦，特別你使做成個講 OK 當佢都個看到this one 我去啊先生 OK 當佢我去我嘅即一叫安怎樣啊？Your channel 來看到就啲條，即是我看我自己 channel 啦。Then 我會使這句 comment 啊 ，She's not a good storyteller, putting me to sleep。嗱，講埋呢 comment。人講，一個人啦 ，Dave W.A. Washington 特別一個寫隻 smiley face 啊 ，OK， 所以咁冇得寫啦。最人嚟。唔知 Dave W.A. 咯，我哋anyway，個有點樣去是，你使成個 post，安怎我未記啊？我冇乜用，有當時個用一擺。到到呀？我未記得到到呀？你會使係成個講成個一個 update 你 status 嘅 post 啦。我冇。啊？你冇？係啊。哦 ，YouTube Studio 嚟咋？你有時候人講係 behind the scene 咪 sausage making 啊，即是，我係看到我 stats 㗎啦。Videos analytics，特別我度，我未記啊。看到你睇落幾累。我都冇錄到，你看我就冇咁，我看，別人學嘅時，你看是有廣告咩？No. Until to that what extent si baru datang dulu ya. I not say subscriber lah. 未講乜呢？可能做咩 content 乜呢？呢度咪只隻啊！那些 even though 你，等我想下，你韓國講啦，你特別考慮 content，因為唔是就係你一個 view 是就一類冇得掉嘅。考慮 content。你想講拍 game 嘅channel 嗬，你愛幾十million 嘅，較水紅嘅喎。你若是想講化妝嘅啊，1 million 2 million 你都紅了嘅喎，無講看你做蝦米物件嘅。就看你睇 review Ryan 睇 review 21 million 啊 ！Ryan， 我記 Ryan。啦 ，Ryan 睇 review 我真係個看嘢，我講我條線都自己做 review，做睇 review 嚟。21千人啊，一堂都好嘢。本來我見有幾人啊，會叫特別人對，定當時我有一個物件 countdown 嘅。毛毛菇真係有嚟有去。毛毛菇咧，毛毛菇你看咩？毛毛菇你看咩 channel？ 毛毛菇落檔啊，一啲起檔了，一啲起檔了，
妈妈哥，妈妈哥，你聽咩 channel？冇聲係？一秒語，冇聲話毛毛毛菇大秒。我啊，毛毛菇 Hello？毛毛菇一大秒。毛毛菇 mute 啦，mute 啦，啊，毛毛菇 mute 啦。是啊，毛毛哥你 Skype mute 掉啊，當然。你聽到咯？都會 unmute 佢。sorry，吹冇白燈啊！我suka 看真正嗰啲嘅物件喎。鬼啊，是 murder 誒？唔是，我知大冰波誒。唔是啦，你都未看到 Air Crash Investigation。because 是會聽伊個咧，伊係安怎伊喙，你是會聽哈，看伊到底飛機係咪物件歹，還是係咪嘢可能？Collision 啊，你翻嚟物件嚇，咧冇啲 mistake 啦，冇啲點 comment 啦。咩嘅 mistake 啊？你是黑個黑得啦，你個是奧地利嘅卡小啦。我是有本啊，我冇 direct 去迄個 food blogger 啦。我一頭出嘢 restaurant 呀啦，係啦，出嘅 restaurant 因為好啊50% off 啦，有當時好啊巴魯無久呢，有一間人一個 food blogger，伊走去迄邊做伊個 buffet，然後我冇去食伊個 buffet 啦，哇，食了會嘔死去嘅物件，咁樣個無 fresh，然後叫伊 captain 來，我講即個 blogger 亂放嘅啊。唔係香港未好食咯，香港就叫別啲 blogger 嚟講寫無好了咯，安尼講都騙人嚟食。แล้วอีกจะอีเมริเจอร์ตัวไหนแล้วก็อันในควันอยากกินนะรู้จะตั้งแต่ว่าหอรู้ half price แล้วไอ้ไซ我ก็ไม่ใช่ว่าจะนังก็ว่าเป็นไรบนไอทีก็โอเคไอ้ไซ都ไม่กำลัง講啦嚇ที่แค่เชื่อเข้าใจแล้วเลยนะตอบรู้我邊個我讀？我為我家己呢嘛。你是講了就累啦嚇，你是了就了就我累。了半啦，你看，咧仲我有參加，我做掉我 clip by 5 minutes，我去參加迄個 blind flame maker。哦。哇！你做咩做這呀？對，伊 open topic 嚇，伊講係所係我家己也記。我家己做講未使有third party，แล้วby then 是愛5 minute 那邊做緊了物件了會好路會好迄個看本當 understand 對 story 是係咪？哦，你到底這是 YouTube 嘅本啊？YouTube。哦，你 channel 咧？我channel 有我做好啦，特別我愛 edit 淡薄物件，我有幾拿嚟起了啦，特別我是 testing 掉啦。哦，我冇開，我冇開。啊，為 public 啊？我 public 啦，特別我是家己倆 share link 會使看到。哦，OK， 所以你讓被 discover 掉啦，你就被 share link 會看到。或者做好一時 share 做了成功性。OK。係咪少做？你興趣做咧？係咪少做？你有興趣做 YouTube project？ 係咪數啊？因為我看到一個James Rack，伊是到 US 嘅，伊講伊是甲我上嘅，特別伊做了真正好，然後特別我看了伊嘅物件，伊買真正濟嘅，即係我係啦咯，伊嘅即係了是地方話。James Rack 啊 ，JAMES， แล้ว RAG 啊，成日是啊。哦 ，RAGS 啊。RAG เนี่ยแล้ว RAG 你記啊，也會，我看到伊個 gadget 嗬，但了是哇 Canon 啊、Sony 啊、Nikon 我講都未，假如再講話，伊都未好，你再 focus 掉係咪物件，所以你安怎會去take 一個 photo 咧，會 take 一個 video，and then 轉一個呢，所以真正壞難啊，了拄好拄着咱誒。
有朋友講哦 ，why not 你去 try 看，你家己做看會袂？แล้ว你去 try 看，แล้ว我 send 一個 demo 互伊了啦，伊本是一個 editor 嚟，แล้ว伊講哇 OK 喎，水喎，會喎，會起喎。我冇啊，全部話 James Track。冇啊，我冇寫好了。James is blind movie maker 係。blind 對嚇。James Rath RATH。RATH 伊咯嚇，只看咯。你用 iPhone？伊 iPhone 180個啊，180嘅，所以我看伊有佢那裡嚇，伊 introduce 伊 gadget 嘅時啊。嗱，即係就係佢哋廣告咯，啫。而且學見呢是有廣告是往幫人嘅掛先了。哦，你的 CEO 啊。Cool。係啊，可以呢轉一句喎，好聊咯伊。你都寫好伊啊？我有寫好伊，你要 respond 到點啊？有 respond，แล้ว有位我過去買嘅一個買 audio technica 嘅，我買了我後嘴啊未用啊。嚇，伊唔知啦，我唔知啦，伊麥 problem 啦，我未曉用過，我 test 掉過啦 ，because 伊未 focus。因為我買是 Omni 嘅 ，Omni 嘅少未用。出日本啊，我都唔知講有一個blind movie maker 啊。是嗬，世界都是安尼款嘅嗬。老做本啊 ，song accessibility 嚇，㗎啦啦 open 到㗎啦啦，冇嘢使做。no excuse 啊嚇，阿涵。阿涵都應該做阿涵，都做呢 MUA 墨子出嚟，都做呢墨子。係啦，你講我墨 MUAG，你咪試試啦。Hi， I'm 墨子。哎呀，驚啊！就 saturated 了啦，給我一個叫我一個無是想要迄個墨嘅世界內面。墨子，無你是做，你唔是你做福建嘅，係福建嘅。你睇目睭唔會高，但冇漸啊，看你面嘅成個鳥呢。Cat woman，來做，嗱，你而家正話。來，不要緊，eyeliner 啲福建話就講。把目睭尖。冇啦，目睭山。目睭鼻啦，目睭山，目睭鼻是叫目睭。eyeshadow 呢？eyeshadow，目睭嘅白樣。目睭影 ICI， 目睭影啊。目睭影。Tapi blusher 是胭脂嘛？胭脂嘛是胭脂嘛？按個講。blusher 是紅粉。blusher 胭脂是我出去做那個是胭脂，我邊嘅 blusher 是紅粉。但是你冇紅粉嘅時候，你使白攞白就可以變清紅氣嘅呀。你 contour 按怎講？就畫後邊尖咯，畫邊尖。哦，即係我寬，你是寬，你是我寬。嚇係乜嘢？尖寬是 bronzer 嘛，可以尖尖嘛，係咪？學嗰時學白可以哦，而家寬啊。對。拍影咧是做呢邊較尖嘅。會驚喎，你一邊拍龜，拍龜。哎呀，我個女仔就 start。看本。誒，我聽到是我一個朋友，是咪個 artist 喺新加坡，我諗要 start 嚟學嘅呢。而家要做好啊，係個 Korean 嘅，你知係韓國誒打波嘅 makeup 啊。而家要做好啊，要學嘅做嘅嘛。特別我冇 time 到到啲新加坡。使啊，咪是你 market 咯。Mascara 叫咩？Mascara 白青，唔是 mascara 有嘅物件嘅嘛，白青 mascara 一般 mascara 目睭白膜，
蘑菇蘑菇是冇係拆啦，蘑菇一樣嘢咩個啊，你俾佢磨清漆蘑菇，瘦白蘑菇可以翹，咕窿係你咩做呢白蘑翹，時間真係使用頭姜，你使用。係我唔是愛看 brown 咩？我看冇來看伊個 makeup tutorial，個了個 makeup 喺邊測試走路咧。呀，可能會驚。我啷在把你等待 YouTube 嘅錄條嘅等待是用福建話，邊啲福建話啊？讀啦邊啲福建？唔知啊。แค่ทะเลเมียทิมตี้อ่ะ哦，伊迄個是教，伊幫通西就無伊教迄個福建話嘛。我知，我 OK。บ่ไปเป็นยูอ่ะมา最朋友。บ่ไปบ่ไปบ่伊 OK，唔緊，伊是唔緊，你就是比較咱 promote 福建話是好嘅，是講我唔會成日講人像 vlogger 啊，或是伊 host 一個 show 啊，特別是用福建話講嘅有哦。唔係成日講啊，我當今假如講真濟人啊，什麼有一個嘅人啊，แล้ว伊講福建話是伊未播得就咪咩臭話，一住住嚟。哦，係福建麵，攞會試啊！哇，攞你試啊！我日 slipper。做咩事？該 over 呢？我八一嘅。好看誒！哈，伊嘅錯話我該無啊，該是算錄你就掉了嘅啦，是唔是就錄你？哈，該無錯。伊是我 nephew 嘅 classmate 嚟。哦，哎呦，你係講啫？佢係講啫啦，係錯啦。你係係驚呀？特別這是 gimmick 嚟嘛，這是人嘅 channel 嘅 gimmick。是伊個，嗱咪是人 popular 啊。not fully anyone 啦。特別伊OK 啦。伊是一半啦，一半個人啊參當人。I don't care 啦，I mean該 a bit over 呢。No，這就是 the point，這就是 the point。我哋都，但是講一部，安尼看啦，做咩數會記咧？對。都是，這麼數有的人是講我是學橋，或者你邊啲學嘅人冇，誒乜者邊啲人是聽到邊啲學嘅，咪是講 over，講上最臭話，แล้วแล้ว冇啦，咗，咱個臭話真舒服呢。你去聽伊個臭話，看我甲你講真好笑，會 over 甲你會拗一種嘅都知哦。係啦，可能出名。then 是講伊出名嘛，當然咩這樣知啊。so 特別แล้ว個有怎麼樣講名啊？對，冇係咧，我俾 YouTube channel 冇想講有隻實位記定到就做咯，喺上面做咯，喺上面做 documentary 嘅用福建話啊。係你我就是甲看啦，because 伊做成個隻伊嘅 filmmaker 做特別伊是用福建話嘅，咱有知就把你 channel 先嚟，咱知就甲我講咩啊，咱特別支持嘅呢 channel 較濟，成個喺上面啦，喺上面嘅 documentary quality 個真好嘅，特別伊是用福建話嘅咯，要 subtitle 啦。喺上面 channel 我 start 嘅 Instagram 拍嘅 ，which start YouTube 啦。OK Instagram 我頭一個 subscribe 咯。YouTube 最緊咯，Instagram 冇趁累嘅。YouTube 最緊。Instagram 咪趁累。像嘛？我用 Instagram 嚟學成。我看到一個。Why don't 你用 Line？你 Instagram 會 edit 哦？嘛是愛 edit 淡薄。那是你愛 edit 係看 call 咩？你那是買 edit 嚟講，你是頭用 YouTube Live 嘅嘛 ？YouTube Live file 咪是一頭做。sorry 哈，excuse 我一下，我係困我隔底。哈，你咪走啦。OK， 走啦 ，good night 哈。拜拜。拜。แล้ว
阿涵都去 download iMovie，真係用嘅，我冇是用了之類做。我嘛是帶安卓用，特別係啦，我看先，我慢慢笑先。你嚇 OK。你使做啊？你咪 publish， 你咪講個就人講下，你使做 test 過咧，是叫人 test for 呢隻咯。你會做咩？你會做咩？係咪 content 上面 make up 啊？我可能啊，特別我愛講啊，到攞辦機啊，迄個新嘅物件好唔好用啊？我是買買對來，我是愛啲 Sephora swatch 呀。我講即個色水，搭類無，安怎啲迄個現傻啦。日本。yang係你錄嘅，yang係 sometimes 又買係你講。唔知啦。話啦。路係咪咁嘅？呢個物件啊，對。你使做，你使喺你下，你較 instant 咯。maybe 你使用 focus on Instagram instead of YouTube。then 你使 take， 你使用你 clips 㗎啦，你做嘅 clips 或者 Instagram 嘅下，啦 compile 咗就變咗 YouTube 嘅 content 去。對，你 compile，你都做，你放 voice over 啲阿妹。because 你成日都是去到一間店啊，你 topic 是講，你未講去嘅店啊，講幾 maybe like 10 minutes of 嘅 content。你就講 OK， 即係幾行，即係間接嘅 sales 係咩？那 maybe 你做 every week 你 compile 出嚟，還是 every month compile 出嚟？只要有時新嘅物件出啊，係咪啊？你係時就俾起啊嘛，時候你 subject 然後你個 time 嗰隻你俾隻簡單叫隻 timely 然後你就俾係時就俾講嘅 ，especially promotion 那個料啊，咪講料。是咯，something like that 啦，唔使啦，慢慢來啦。shopping 好嚟，當機咧，咪小蛋你話一點飯咧，不點半整啊，แล้ว確定乜個 dinner appointment，當機講係明星啊，แล้ว你兩個 YouTube。嗱，時間看咪 YouTube 嘅 channel 那時有幾時用檳城福建話講嘅呢？有咧檳城嘅 blogger，檳城嘅 blogger 唔係講華語嘅，唔係講福建話嘅。嚇是啦。嚇？Ketupat。Ketupat tu mesti tu。Sushi咯。Ketupat講華語咩？唔是，你話ketupat唔知做咩？哦，ketupat講點咩？伊做 ghost investigator。OK， 咁啊，正先啊，這禮拜咧，我特別嘅邊咧，都是489比賽講อาหารtegaki 蘑蘑菇把ketupat 加走起啊，我哋都嗰種個。安好你啊。OK，今次啊，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再見，拜拜。講完聽 YouTube 錄掉，時間畫面見，拜拜。